多谢议程，加在无人受伤，这嘛是高雄的消息。透早5点外，高雄新兴区出现一个查甫人随机攻击过路人，医生入去大楼攻击2个管理员了，说的是一个超商的店员，甲一个槟榔摊的女性的员工，甚至佫想要抢走一个负责人，奥多摆想要走，加在人和员警甲抓起来。对，你想啊！我给你快速。好，跑，不要动。你不要想了啊！滑下！查甫人连续凊彩攻击民众，情绪真激动，员警到现场喷咸姜仔水，甲人压在地涂骹。滑下！好，不要喷动，不要。今仔日早起5点外，38岁陈姓查甫人冲入高雄新兴区的一栋大楼，大楼管理员洪警到一直退后，和查甫人摕不明的物品一直攻击，倒伫涂骹，2个管理员头壳拢着伤。接落来，伊佫走到附近的美容院，摕空的花卡讲判攻击超商30岁查甫员工，甲槟榔搭27岁眼线查甫人。因为之前没有看过这个人，突然走过来，然后就这样丢了。就说一句我看过你，然后就丢了。查某人讲，从来毋捌看过这个嫌犯，受伤的片仔拢是会互救护人员到3工处理空喙，送医了后舔20几针。伊有讲你吗？我睡觉啊。都会买防狼喷雾器啦，我们自己也要小心啊。听到有些人互凊彩攻击受伤女员工的同事，佫真惊吓。若嫌犯敢若为着要逃离现场，把想要抢走50岁负责人的机车，佫甲对方讨捧，防拒绝了后，佫走转来案发的槟榔搭，互员警压制送医。男子情绪激动，并有自伤、伤人情形，全案依伤害、强制等罪侦办。嫌犯住伫公山，厝内人讲，案发前一暗，人就毋知去倒位，想袂到竟然的情绪失控，伤害别人。嫌犯是安怎会凊彩攻击过路人？国等警方进一步调查清楚。Hello， 我是林明瑞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